嚟越南峴港，千祈唔好淨係去沙灘游水，收埋喺深山入邊嘅巴拿山先至係隱藏神仙景點。由市區過嚟1個鐘頭左右嘅車程就會去到巴拿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美美假期嘅領隊 Alexa。我哋而家嚟到嘅峴港最出名嘅其中一個景點巴拿山，我哋而家準備入去玩啦 ，Let's go！ 巴拿山以前係法國人打造嘅避暑山莊，依家就變成咗人氣最高嘅山頂遊樂園啦。而家我哋穿過呢條走廊呢，就準備過去坐纜車啦。呢條纜車攞過健力士世界紀錄，沿途山頂層次豐富，體驗獨特。仲有提醒下大家喎，山下同山上嘅溫差好大，上山一定要帶件薄褸。搭纜車行到半山腰，一眼就會見到好出名嘅佛手托金橋。呢度就係巴拿山嘅佛手托金橋。同市面千篇一律嘅網紅玻璃橋完全唔同，一對巨型石手穩穩將金橋托舉於半空，畫面壯觀又充滿藝術感。而且巴拿山好特別，有東方寺廟古建，又有法式建築風情。由佛手托金橋再搭另一段纜車，就直達到山頂嘅法式小鎮啦。呢度就係巴拿山嘅法國村。行喺石板路就好似穿越到中世紀法國街頭咁，有教堂，有城堡，影相打卡，人哋唔知仲以為去咗歐洲添。除咗打卡影相之外，小鎮入邊仲有各式各樣嘅機動遊戲。最得意嘅就係呢度仲有個高山滑車，可以自己自由咁樣控制個滑行嘅速度，刺激又過癮。依家我哋越南峴港就推出呢幾條路線，評論區打越南峴港4隻字，我哋就有專人發送行程俾你。如果想過嚟我哋峴港嘅巴拿山玩，記得過嚟美美假期揾我哋報名啦。